在撒哈拉沙漠最深處，有一個水都唔知道嘅地方，埋住一份地球個人類嘅秘密文件，不是石碑，不是沙草字，而是沙丘本身。這片沙漠嘅梅爾利西沙，都係一個字母。當科學家用微型雷達穿透嚟後達吉時公尺嘅沙層時，他們看到咗令整個地質學界沉默嘅東西，嚇到不是小溪，而是寬大幾百公里、曾經滾滾向前的巨型河流。那條河道究竟靜地躺在地下，好像一個被人用沙子活埋的龐然大物，在等待有人把它挖出來。你有沒有想過，我們所知道嘅撒哈拉，那片佔地超過920萬平方公里，讓整個美國都能潛入其中嘅飛騰死亡之地，曾經是一片綠色嘅天堂，有湖泊，有草原，有河馬仔喺水中打滾，有人類在岸邊哄着孩子入睡，這一切都是真的。而更驚人嘅是，這種轉變每個大約2萬年就會重現一次。地球在呼吸，沙漠是它呼出嘅一口氣。問題是，下一次它死去嘅時候，我們還在嗎？如果能從未想過這些問題，那麼接下來的這段路程將會徹底改變您看待地球嘅方式。請能訂閱我們的頻道，開啟通知鈴聲，因為這樣嘅故事，我們每周都在講述。現在，讓我們從一個沒有人預料到嘅發現開始。那是2000年嘅春天，美國高生物學家保羅柴里納帶住他嘅團隊，他跟到嚟翼兒中部一片毫無標識嘅荒野。佢們來這裡是為咗找恐龍化石。沙漠永遠不會告訴你它在藏什麼。他們沒有找到恐龍，他們找到的東西比恐龍更讓人心碎。你想象一下這個畫面，在那片金色嘅沙丘之間，地面上突出住一根根白色的骨頭，不是動物的骨頭，是人的。成百上前追人骨散落在一片大約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這是撒哈拉迄今為止一隻最大嘅古人類墓地。科學家們稱它為加比洛，一個在當地語言中以為痛苦之地嘅名字。但讓整個考古嘅停止呼吸嘅，不是骨頭嘅數量，而是其中一個特別嘅遺骸。那是一個女人，2個孩子，他們手牽着手，他們躺在一張畫牆上。考古學家從沉積物中睇佢除了冇1000年前嘅劃分產跡，這說明沙裝室有人特意在他們身上鋪滿了鮮花。呢個時代距今整整5000年，那一刻沙漠化已經開始，草原正在消失，湖泊正在乾涸，他們的世界正在崩潰。有人在末日前用鮮花為他們蓋上了最後一條被子。你有沒有感覺到心裏某個地方被人輕輕擠了一下？這就是撒哈拉，它不只是一片沙漠，它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個墓地，一個曾經生機勃勃的世界的墓地。而那個世界消失的速度比任何人曾經預計的都要快，快得像一場睡夢中的死亡，快得讓生活在其中的人根本沒有時間逃跑。要理解這一切，我們必須先弄清楚一件事：撒哈拉到底有多大？以及這個大嗎？對我們意味着什麼？920萬平方公里，這個數字放在紙面上很冷靜。但讓我換一種說法，如果能從撒哈拉嘅西端一路走到東端，中間不停下，每天走40公里，
能需要走整整2100多天，超過3年嘅時間，或者這樣想，把中國嘅國土面積放進去，還有剩餘空間可以塞下一個半印度，只要不是一片沙漠，就係一個大陸內部嘅大陸，係地球鏈上最大嘅一塊吧。但這塊吧，6000年前不是吧？我們先來說說地球嘅呼吸嘅路，因為不理解這個，就沒辦法理解撒哈拉嘅輪迴。地球圍繞太陽運轉的軌道，並不是一個固定不變嘅橢圓形，佢都會輕微地搖擺、傾斜、改變自轉周嘅角度。科學家把這種變化叫做米蘭卡微氣旋迴。1世紀美亞天文學家米洛廷米蘭卡微氣嘅名字命名，他在20世紀初首次系統地描述咗這種現象。這個旋迴嘅周期大約是2萬年。任何100個想象成地球在太空中緩慢地轉動腦袋，當他的頭轉到某個特定的角度時，北非接收到的太陽輻射量就會改變。太陽輻射一旦改變，季風帶就跟住移動。季風帶一旦被移進咗撒哈拉，雨水就來了，植物就長出來了，動物就跟住進來了，人就在後面跟着定居了。然後地球的頭再慢慢轉回去，季風南退，雨停了，植物死了，動物離開了，有些人離開了，有些人沒能離開。這個過程在過去幾百萬年裏反覆發生。撒哈拉從來不是一層不變嘅死地，佢在生與死之間不斷擺盪，每一次擺盪嘅幅度都足以改變整個人類文明嘅走向。那麼在距今大約12000年到某千年之間，也就是科學家所稱嘅非洲試驗期，撒哈拉是什麼樣子的？想象一片光袤嘅世俗草原，比今天的肯亞更蒼翠，比坦桑尼亞嘅塞倫階梯更水草豐美。湖泊點綴期間，有些湖大嘅令人咋舌。其中最讓科學家震驚嘅係曾經嘅巨型炸的湖。今天嘅炸的湖面積不過以前300平方公里，前日讓人失望，正在以柔軟特件嘅速度縮小。但在大約幾千年前嘅鼎盛時期，它嘅面積達到了36萬平方公里，比整個的國土還要大，比今天嘅厲害還要壯闊。鱷魚喺它嘅水面上游移，蛤蟆在它嘅岸邊打滾，無數水鳥在它嘅綠葦叢中築巢。這不是神話，只是化石告訴我們的真相。今天在扎個秘布，在利比亞腹地，在那些連世紀都難以存活嘅地方，地質學家反覆發現下創層基湖、淡水貝殼，甚至亞瑟魚和蛤蟆的骨骸。沙漠把這些東西保存得無比完好，就像一個巨型冷凍庫，把7000年前嘅生命這樣冰封在時間裏，等待着我們去開鎖。德國氣候地質學家斯托芬·克利普能在扎克比布嘅沉積湖岩心中找到了一層層清晰嘅氣候記錄，每一層都是一個時代的呼氣。他嘅研究告訴我們，撒哈拉邊幹嘅過程等比我們之前想象的要複雜得多，也要緩慢得多。唔係日夜之間嘅滅亡，而是幾百年間緩緩降落的黑霧。能可以閉上眼睛，想象那些在草原上生活了幾十代人嘅部落，是怎樣一步一步地看住佢們的水源退縮。他們的牧場變成蝕底嘅，這不是天缺，不是洪水，不是火山爆發，這是一種慢動作嘅模擬。
而種種的每天早上醒來都感覺跟昨天差不多，但抬頭一看出一面目全非的消息。現在我們來說說那個埋在底下個秘密，那個未幸就因就把一年無意間揭開嘅謎地，亦就把現年哥倫比亞號太空所製成咗以上看似普通嘅任務。船上攜帶嘅 SIR 雷達，這是一種可以穿透地標記公司神的合成空間雷達，開始掃描北非嘅大地。任務設計者原本只是想測試這項技術的能力，他們沒有料到自己會看到什麼。雷達圖上傳回地面嘅那一刻，整個團隊都沉默了。在沙丘之下，清晰可見嘅係一條條蜿蜒伸展嘅河道，不是小水溝，而是像人體液管一樣微細，像長江一樣寬闊的古老水色。他們靜靜嘅藏喺幾公尺深嘅沙層之下，完整地保存住1萬年前被流水掉割草嘅形狀，好像只是水贅肉，等待住下一場大雨，把它會重新完成。其中最令科學家震驚嘅一條，係在2016年通過更先進嘅微型雷達移班 PRLS-RR 系統確認嘅湯曼納西特號。這條镐測到長達500多公里，流域面積估計讓它稱之世界第12大河路。第12大河路，您知道這意味着什麼嗎？就細說喺幾千年前，在今天報廢最乾旱嘅腹地，存在嘅一條比今天嘅王者還要壯闊嘅大網，帶着它龐大嘅流域，像大西洋奔出。現在佢要靜靜嘅躺過沙子上面，等着人去相信它曾經存在過。但未肯告訴我們的不只是河道，它還告訴了我們別的東西。在某些特定嘅地點，雷達圖上顯示出一些規則嘅幾何形狀，讓研究人員反覆核對、互相確認，然後陷入一種謹慎嘅沉默。那些形狀可能只係地質構造嘅偶然，亦可能不是。這個問題，我們在稍後會更深入地探討。不過在此之前，我需要先告訴人撒哈拉底下嘅另一個秘密。一個比任何情勢以及都更直接地關係到今天地球上屬於人生死嘅秘密，在撒哈拉嘅地殼深處有一個叫做努比亞沙鹽含水層的結構。含水層簡單說就是儲存在地下岩石縫隙中嘅水。努比亞含水層是世界上一隻最大嘅活熱水系統。活是水嘅意思是，這些水係是幾萬年前嘅降雨滲入地下後急嚟的，下是有一樣，一旦抽出來，幾乎不可能達到補充。這個含水層儲存嘅水量，大約是15萬立方公里。這個數字，我要讓您有一個感受：地球上所有淡水湖加在一起，總儲水量大約是9萬立方公里。努比亞含水層裏的水，比地球上所有淡水湖間在一起還要多出1/3。這是人類最後嘅地下水庫之一，而它正在被抽乾。利比亞在上世紀80年代啟動了一個雄心萬丈嘅工程，叫做人造大河，用管道把努比亞含水層嘅話使水抽渠出來，輸送到沿海城市。這個工程被稱為世界第8大設計，也被一些科學家稱為對子孫後代嘅長計。這些水用咗幾萬年積累而成，一旦抽完，撒哈拉地下就什麼都沒有了。至於這個故事的結局，我們暫且按下不表，因為在第3個章節，我們將詳細審視這場跨越4個國家、
牽涉到埃及、蘇丹、利比亞和乍得的地下水族船之戰。那是一場沒有硝煙嘅戰爭，但它嘅結局可能比任何一場現代戰爭都更徹底地改變北非嘅命運。但底下蘊藏住另一種東西，比水更古老，比水更神秘。能聽說過亞特蘭蒂斯嗎？那個2000多年前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描述嘅是羅大陸，那個沉入海底嘅傳說文明，幾乎所有人都把它當成語言，當成哲學嘅比喻，當成一個不智嘅人真對待嘅神話。但在姆尼吞納亞嘅撒哈拉沙漠腹地，有一個東西，讓某些科學家第一次認真地停下來思考這個問題。它叫做撒哈拉之眼。從地面上看，它幾乎不引人注意，只是幾場顏色略有差異的岩石層。但從太空中俯瞰，它嘅形狀讓人看到它嘅人都要倒吸一口涼氣。一個完美嘅通訊員只經整整40公里，環環相扣，正確嘅讓人懷疑，這不可能是自然形成嘅。宇航員在第一次拍到他嘅照片時，以為自己看到了一個巨型隕石坑。後來地質學家確認，這是一個地質穹窿。地質穹窿是指地下岩層，因為某種力量上上攻起，在被侵時候留下嘅完成結構。學說其實是清楚嘅，但令人不安地係柏拉圖嘅描述。佢說亞特蘭蒂斯是一個完整嘅島嶼，城市有幾個同心圓嘅水環和陸地交替構成，中心是一座神廟，外面有港口和沿河。他說他未遇知博洛托開下以外嘅大海之上，在一場大洪水或地震中沉入水地。他說這發生在大約就1000年前。現在能把這個描述和撒哈拉之眼嘅微行圖對照一下，同心圓嘅結構，40公里嘅直徑，距離接布洛陀並不算太遠嘅位置。在2萬年前，這個地方隨時被水覆蓋，不是海水，但是湖水和濕地。這是巧合嗎？科學家說，極有可能係巧合，但他們也說，無法完全排除這個地點曾經在前時代存在過某種人類定居點的可能性，因為我們對那個時代的了解依然少得可憐。我知道能現在可能已經阻止了這個問題，值得阻止，因為我們接下來要說的比亞特蘭蒂斯更真實，也更讓人不安。那是一篇岩壁上嘅話，他描述到一個我們從來沒有預料到會在沙漠中遇見嘅東西。在奧基利亞嘅深山之中，有一片叫做特西利亞基日呢隻地方。阿基日係波波而語嚟嘅意思是高原上的河流，而在今天，那裡已經沒有任何河流，只有石頭和沙子下風。但在那些石頭上，看滿了畫。推西利嘅演磨秦是人類一直最大、保存最完整嘅事，千億歲一致之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法國探險家亨利·諾特在20世紀末10年代，帶住佢嘅團隊在那裡捉咗整整是6個月，描摹拍攝咗超過1萬幅洋畫，把他們帶回巴黎展覽時，震驚咗整個學術界。諾特稱他視列為史前的西斯廷教堂。這些洋畫描繪了什麼？牛群和牧人在草原上緩緩移動，河馬在水中浮沉，死在宿站，先人完全不陌生於水的指引，游泳的人在水流中自由地滑動。有一幅岩畫
上面是一群女性，她们穿着精致的衣服，頭上戴着裝飾，在什麼意思花節青中翩翩起舞。6000年前，在今天這片最嚴酷嘅死亡之地，人們在跳舞，能感受到這個反差有嗎？但最令嘈古雀家和業餘愛好者們都無法忘懷的是其中一類特殊嘅圖案。在某些人畫上，描繪到一些高大嘅聖木，頭部呈圓形，上身戴住某種頭盔，身體被奇怪嘅線條那繩狀包裹，完全不像是普通嘅人。羅特給這些聖像起了一個名字，叫做大和聖神，偉大的和聖神靈。他自己解釋說，這可能是薩滿祭司在儀式中佩戴面具嘅聖像。大部分考古學家同意這個解釋，但那個圖像本身，那個渾圓嘅頭，那個奇異嘅神性，那種在整片岩壁上刀節矗立嘅高潔姿態，還是喺很多看到佢嘅人心裏留下咗一個不見消散嘅問號。我不是追溯外行人，我想說的是，我們對那個時代嘅了解，遠遠沒有我們自以為嘅那麼多。那些畫畫的人，那些在草原上牧牛，在湖邊游泳，在石壁上留下自己事跡的人，他們有他們完整的語言，完整的信仰，完整的宇宙觀。那些畫是他們給未來的信件。這是身上有很多詞，我們到現在還不認識。而在這些岩畫附近，考古學家還發現有更多讓人困惑嘅東西，一些工具，一些器皿，一些建築設計嘅痕跡，指向一個組織比我們想象中更為複雜嘅社會形態。這些人不是遊蕩嘅原始人，他們是有定居點嘅農牧民，他們的文化延續了幾千年，然後沙文來了，他們消失了，他們去了哪裡？有一個理論認為，他們中嘅一部分向東走，走進了尼羅河谷，把他們在草原上發展出來的農業技術、畜牧知識和某些藝術傳統，帶進了一個我們後來稱之為古埃及嘅文明之中。如果這個理論是對的，那麼埃及文明嘅種子有一部分埋在撒哈拉嘅沙子上面。下一段，我們的記者將深入撒哈拉最黑暗嘅地質美貌，那些衛星雷達在沙層下看到嘅那些規則幾何形狀到底是什麼？科學家為什麼在確認他們的存在之後，選擇了謹慎嘅沉默？而在撒哈拉南緣，一場正在進行中的生態災難，又如何一步一步地將今天活着的數百萬人比上9000年前那個無塵一樣嘅絕境？有一個問題，在過去30年嚟，一直讓某些地質學家跟考古學家出人難眠。那不是關於恐龍，不是關於氣候，而是關於那些形狀，那些規則的、幾何性的，出現在衛星雷達圖像中，神埋在撒哈拉沙塵之下的輪廓。能想一想，如果一個科學家在自己最謹慎、最嚴格嘅職業生涯中，第一次遇到了一個他沒有辦法用自然地質完整解釋的東西，他會怎麼做？他不會衝上去高聲宣布，他會靜下來，反覆核對，就同時討論，再核對，再討論，然後沉默。這種沉默本身就是一個比任何宣言都更令人坐立不安的訊號。讓我們從頭說起，說清楚這些圖像到底是從哪裡來的。1982年，哥倫比亞號太空梭攜帶 GSLR
雷達系統掃描被飛的時候，那個團隊裏沒有任何一個人以為自己會看到古老的黑島。他們的任務是技術測試，不是考古探索。但雷達不會撒謊，它發出嘅微波能夠穿透乾燥嘅沙塵，深度可以達到幾公尺，甚至喺特別乾燥嘅條件下可以更深。佢反射回來嘅信號被電腦處理成圖像，而那些圖像就是沙塵之下嘅世界的 X 光片。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個醫生，拿着 X 光機對着一個病人照射，本來準備看骨骼，卻意外地發現骨骼上面還有一層結構。那個結構嘅形狀讓這位醫生放下了 X 光片，沉默地撐住他看了很久。那次飛行之後，波士頓大學嘅地理學家菲呂克埃爾巴茲，一位出身過埃及嘅科學家，後來成為美國太空總署顧問的人，開始系統地分析這些雷達圖像。他嘅研究揭示咗撒哈拉地下水宿嘅大輪廓，那些熟悉嘅河流，那些市區嘅河床，那些在幾千年前水流封閉時留下嘅層級和條紋。他把這片地下水系稱為撒哈拉嘅地質歷史。這個比喻更準而令人心靜，因為地下嘅這段歷史和地面上嘅沙漠毫無關係，它屬於另一個時代，另一個撒哈拉。然而，在那些清晰的河道圖像旁邊，偶爾會出現一些不太一樣的東西。我需要在這裏非常謹慎地措辭，因為科學的誠實要求，我不誇大任何沒有被確認嘅事情。但科學嘅誠實同樣要求，我不會俾一致嘅事實。已知的事實是，在利比亞含南部嘅非贊地區，在阿爾及利亞東南部嘅某處地點，微城內大圖像中出現已有一些自線性嘅規則性嘅輪廓。他們嘅形態讓最初看到科學院嘅研究人員難以理解用字眼性情同解釋。日子嘅實事是，這些地點大多數都位於古代水系遺跡的附近，也就是說，在幾千年前，那些地方曾經有水、有動物、有人。已知的事實是，目前沒有任何研究團隊對這些地點進行過系統嘅地面及地勘查，因為這些地點大多數位於政治不穩定嘅地區，或者極度偏遠嘅地方，勘查成本及安全風險都極高，所以問題就懸在那裡，等待着資金，等待着政治穩定，等待着勇氣。您覺得這種等待令人沮喪嗎？讓我告訴您一個更具體、更有名字的故事，一個已經得到確認嘅發現，它早已讓那種沮喪變成另一種情緒。那是一種複雜嘅情緒，介於敬畏和悲傷之間。2025年，一個國家研究團隊在《指引通訊》期刊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正式確認咗塔曼納塞塔下嘅存在。這條高下道長達600多公里，發源於阿爾及利亞中部嘅山地，路上大七樣。通過日本嘅 PRRSRR 微行雷達系統，科學家們不僅確認咗佢嘅轉簡度，仲追蹤出咗佢嘅資料網絡，根據下道嘅寬度也深度估算，這條後在頂升列車嘅流量係可成為世界上前14大黑路之一。前14大黑路，您想想今天世界上嘅前14大黑路。亞馬遜、尼羅河、長江、美西比河，塔曼納塞塔曼曾經就他們並肩存在。而今天呢，在它曾經流淌嘅地方，是地球上最乾旱嘅土地，是連人都不願意廣告嘅空氣，是那種能把一次生命嘅念頭都扣緊嘅熱浪。
這條河嘅小事不是意外，不是災難，不是水犯晒嘅錯，這是地球嘅呼吸國路，是美蘭可維持選會那位滿而無清嘅雞排，他沒有阿姨，但他帶走了一切。現在我又告訴您一件由某些科學界人士至今仍在抽身討論的事，一個關於那些規則輪廓中最著名嘅一個案例，一個有名字、有位置、有報告嘅地點，卻依然眉目為山。那個地方叫做加拉馬。加拉馬曾是古代非贊王國嘅首都。非贊王國嘅主人是一個叫做加拉曼塔斯人這個民族，可能從未聽說過他們，幾乎沒有人聽說過他們。這個民族存在於大約公元前800年到公元期100年之間，就在撒哈拉沙漠的腹地，在今天的利比亞西南部建立咗一個複雜而精美嘅文明。在那裏，在地球上最不可思議嘅地方，他們建造咗城市。這不是傳說，這是考古事實。英國考古學家大衛馬特金斯帶領嘅研究團隊，從亞史時期90年代開始，對非贊地區進行咗系統嘅實地勘察。他們找到了加拉馬城嘅遺址，找到咗城牆嘅輪廓、神廟嘅基座、墓地的排列。他們的研究告訴我們，加拉曼塔斯人建造咗一套極其精巧嘅地下灌溉系統，叫做庫格拉。這是一種類似今天一浪看而整嘅地下水控網絡。他們在地下挖掘咗超過3500公里嘅隧道，把深層地下水引到地面，灌溉農田，維持城市嘅生存。3500公里，這個長度相當於從北京一路挖到新疆嘅木雷木溪，每一寸都實在未有現代機械的情況下，用人的雙手鐵字工具做出來的。能想象那個畫面嗎？在沙漠嘅地下，幾百代人世代隔離，在黑暗中挖掘，把遠方嘅水帶到城市嘅噴泉和天地裏，讓一座城市在死亡之地存活咗超過2000年。這是人類意志力最驚人嘅表達之一，而家還沒有人知道這件事。加拉曼塔斯人最終消失了。不是因為被征服，不是因為戰爭嘅摧毀，而是因為他們嘅地下水口緊咯。他們把一個有限嘅地下水塞挖空咗，然後就像一個抽完最後一滴嘅水杯，他們的文明悄然游了下去，被沙漠重新澆灌，被時間遺忘，直到一個英國考古學家嘅產接碰到了城牆嘅石頭。而現在，能還記得之前我們提到嘅利比亞人造大夢工程嗎？那個從利比亞看水層抽取華氏水嘅龐大計劃，這個工程從1984年開始施工，投入咗超過251美元，建成咗全世界最長嘅縮水管道，把盛大嘅100公尺嘅地下水從南方嘅沙漠腹地輸送到北方嘅沿海城市，車揸飛程把它稱為德巴大奇蹟，稱它是個世界嘅禮物。但有科學家上過而悲章，那悲章讀起來讓人不寒而栗。按照目前嘅抽水速度，利比亞旱水曾大約有幾十到幾百年嘅使用年限。一旦抽完，這些水要重新積累，卻要幾萬年。加拉曼塔斯人嘅故事，正在以更大嘅規模、更高嘅技術、更快嘅速度，佢同一片土地上重現。歷史在這裏展示要存在殘酷嘅幽默感，但在我們幾歲之前，我必須告訴您，那個衛星
土象中讓人最難以平靜的一個地方，那個直徑40公里的同心圓，那個被太空人最先看見，讓地質學家最初困惑嘅地方，那個在某種奇怪嘅角度上，讓柏拉圖嘅話言嘅太過太近嘅地方。我說的是撒哈拉之眼，那時他夠早，佢就在無留維塔尼亞嘅沙漠之中，安靜嘅坐在那裏，已經坐咗嘅2年。從地面上看，他只是這串色調不同嘅眼視，略有些起伏，走近處會讓人以為自己在一個普通嘅城堡裏，但從太空中，從幾百公里嘅高空俯瞰，佢呈現出一個令所有第一次看到他嘅人都沉默片刻嘅成像，一個完美嘅靶心，含緩上頭，精確到讓人覺得這不可能是無意嘅。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城市恐龍，係地下引擎在幾億年前被地質力量推高，然後被風雨侵蝕，剝落出不同硬度嘅岩石層，形成咗這個同心圓嘅外觀。這個解釋從地質學嘅角度是完全自洽嘅，是有充足演示證據支持的。但是林野水想知道，柏拉圖喺公元前360年左右是怎麼描述亞特蘭蒂斯的？他說，那是一個完整嘅島嶼，城市有幾個交替出現嘅水環合至陸地環構成，從中心向外擴展，直徑大約是120個斯塔地亞，高希臘嘅長度單位，換算下來大約是20到27公里嘅半徑，以離沙特較早嘅直徑40公里，半徑20公里。這是數字嘅構下，還是什麼別的東西？沒有人能確定嘅回答。按照嚴謹的下俗標準，這是巧合，因為沒有任何考古證據在那裡發現過人工建造嘅結構。但也有一些研究者指出，如果那個地方在1萬年前確實有人居住，沙漠嘅傾瀉早已把所有地面上嘅東西隱沒。而沙塵之下，還沒有人系統地挖過。在科學無法給出最終答案嘅地方，問題的本身就是最好的故事。而在這個故事旁邊，撒哈拉蘊藏着一個讓不同學科的科學家都感到自驕傲有不安嘅秘密。那個秘密把撒哈拉嘅死亡和地球另一端一片最活潑嘅生命質地連結在一起，連結方式至精妙，讓我每次想起都覺得地球真係一個令人貪腐嘅有機體。我作嘅是亞馬遜雨林，而連接他們的是沙塵。能上一次看到灰蒙蒙嘅天空，有沒有想過那些懸浮在空氣中的細小顆粒是從哪裡來的？也許是城市的污染，也許是工廠的煙霧。但有時候，那些粒子來自一個比任何城市都古老、比任何工廠都巨大的地方。它來自撒哈拉，佢穿越咗整個大西洋，用大約1個星期嘅時間，飄咗超過6000公里，然後輕輕地落在亞馬遜流於係片茂密嘅玉林之上。這件事家庭上失事，但它是最嚴格的科學。讓我從一個數字開始，這個數字讓我第一次聽到時，整個人都安靜了下來。撒哈拉每年向外輸送嘅沙塵，總重量大約是18000萬噸，18000萬噸。你試着感受一下這個重量。全世界每年開採的煤炭大約是81噸，全世界每年的鋼鐵產量大約是21噸。撒哈拉每年送出嘅塵土，以全世界鋼鐵年產量嘅將近4倍。這些塵土全部來自一片什麼都不生產嘅地方，被風裝上有鐵棒飄過咗海洋，其中大約有2000萬到4000萬噸
最終降落在亞馬遜盆地，人類可能已經想到咗一個問題：為什麼這些沙塵對亞馬遜雨林那麼重要？亞馬遜那麼茂盛，難道不是自給自足嘅嗎？答案是不是。亞馬遜嘅土壤其實是令人驚訝嘅貧瘠，雨林的繁茂塞緊嚟自一個極其脆弱嘅養分循環之上嘅。植物死亡後循序腐化，養分被其他植物累計吸收，結果沒有任何東西停留在土壤裏。而雨林最缺少嘅濕能元素，能是植物生長嘅關鍵元素之一。沒有磷，光合作用就無法正常運作，植物就無法合成足夠的蛋白質。亞馬遜的磷主要來自哪裡？來自撒哈拉。更具體的說，來自撒哈拉中部一個叫做博德萊瓦地嘅地方，那是乍得北部的一片低洼地帶，曾經是那個我們前面提到的巨型乍得湖的湖地。那個湖地沉積了幾千年的有機物和礦物質，湖水退出之後，那些沉積物就暴露喺咗風中，被風捲起，送上天空，一路相似飄去，越過大西洋，在亞馬遜嘅樹幹上方輕輕地落下。能感受到了嗎？那個在幾千年前消失嘅巨型乍得湖，它的死亡不是一個單純的悲劇，它的死亡把幾千年積累的養分貢獻給了風，而風把這份禮物送給了地球另一段嘅生命。一個湖嘅消失，滋養咗一片雨林的誕生和演出。美國太空總署層用衛星追蹤這些沙塵嘅移動軌跡，他們嘅研究在2025年發表在地球物理研究快報上。研究確認，博德萊瓦地每年輸送到亞馬遜嘅能源數大約係22,000噸，這個數字正好不錯嘅。亞馬遜土壤鹽每年將與沖刷而流失的能源數總量幾乎分毫不差，像是一個背景深設定，過得不長極致，又像是地球左手和右手之間一筆古老嘅私下交易。我知道地球是一個有機體，這種說法有時候聽起來像是浪漫主義的誇張，但在撒哈拉和亞馬遜之間的這條沙塵高速公路面前，你很難繼續把它當成是一的比喻。這就是事實，這就是地球系統嘅運作方式，牽一髮而動全身，每一個部分嘅存在都有它無法被替代的功能，包括那些看起來最荒蕪、最實際、最沒有用嘅地方。但這個故事還沒說完，因為沙塵的路途不止通往南美洲，推環相比，飄過的沖海為南歐嘅農地送出微量礦物質，它向東為阿拉伯半島和南亞的大氣層增添了其溶膠。其溶膠是懸浮在大氣中的微小顆粒，它們會影響雲層嘅形成，進而影響降雨嘅模式。在某些氣候模型中，如果撒哈拉的沙塵數送量因為任何原因發生重大改變，整個熱帶雨林帶的降水模式都可能受到影響。這是一個讓氣候科學家深感警惕的推論，因為撒哈拉的沙塵數送量正在因為各種人類和自然嘅因素發生變化。但我現在要把您的注意力引向另一個方向，向南，向撒哈拉的邊界地帶，向那片叫做沙赫魯的地方。沙赫魯這個名字在阿拉伯語中的意思是海岸，不是海的海岸，而是沙漠的海岸。那條撒哈拉沙漠和南部植被帶之間嘅過渡帶，一條寬幾百公里橫跨非洲大陸，
從大西洋延伸到紅海嘅脆弱邊界線。撒哈拉是地球上氣候變化最敏感嘅地區之一，雨季稍微短一點，旱季稍微長一點。沙漠的邊界就向南推進幾十公里，幾百萬人的農地就變成了沙地，幾百萬頭牲畜就找不到水喝，幾百萬個家庭就必須開始收拾行囊，或者選擇留下來等待。在過去的100年嚟，撒哈拉的面積增加了大約10%。能知道10%意味着什麼嗎？就120萬平方公里嘅10%，是92萬平方公里。這不是一片農場，這相當於一個法國加一個德國的土地面積。在100年間，從可以耕種、可以放牧嘅土地變成了沙漠。要生活在那片土地上嘅人，大約有幾千萬，他們嘅潛意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最被忽視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我想在這裡停下來，給您講一個具體的人的故事，因為統計數字永遠沒有一張臉有力量。穆薩阿哥阿馬達爾是尼日爾北部的人名圖阿里哥最牧民，他嘅家族喺那片土地上放牧駱駝，已經有幾十代嘅歷史。佢嘅祖父知道那些地方在那個月份有水，那些地方嘅灌木在乾季還能維持生出。那一知識是幾代人用腳步丈量出來嘅，是幾代人用生死急理起來嘅。但才要是一時結束，他父親記憶中嘅水源有很多已經消失了。那些曾經的濕地，現在只剩下一個乾硬的窪地；那些曾經的灌木帶，現在只剩下幾叢枯黃的草莖。穆薩到處訪問他的研究人員，他的父親說：我認識的那片土地已經死了，現在這片我不認識。這不是個人的悲哀，這是一個文明遺產嘅消息。圖阿里個人，那些被稱為沙漠懶人嘅民族，因為他們用靛藍顏色嘅長袍，會在皮膚上留下深藍色嘅印記。擁有日後世界上任何地方嘅打出都搞不出來嘅沙漠知識體系。他們知道如何從星星嘅位置判斷方向，知道那種沙丘嘅形狀與實際風向改變，知道什麼時候該移動，什麼時候該停留。他們有自己嘅文字，叫做提菲那文字，是世界上生存最古老嘅人最使用嘅文字系統之一。歷史超過2000年，在石頭上，在皮革上，在沙地上一代代傳承下來，而這一切都正在以比沙漠擴張更快嘅速度消失。您知道為什麼嗎？因為當土地消失，年輕人就跟成咗。當年輕人跟成，他們嘅孩子就不再着提菲那文字了。當語言消失，那頭無法被寫進人行教科書嘅沙漠知識，也就隨之消散。這是一種我們沒有辦法用 GDP 衡量嘅損失，是一種我們甚至沒有辦法完整描述嘅損失，因為我們根本不知道那個知識體系裏還有哪些東西是我們需要的，是科學尚未發現的。但撒哈拉嘅故事從來不只係悲劇，在他嘅南緣有一個正在更新嘅計劃，係規模之宏大，讓所有聽說過他嘅人都要停下來重新評估人類嘅可能性。那個計劃叫做非洲綠色長城。非洲聯盟在2007年提出這個構想，目標實現這沙漠落地帶，從西非大西洋岸的塞內加爾橫跨整個非洲大陸，一直延伸
到東岸的吉布提，種着一條寬約15公里、總長達8000公里的樹帶。8000公里，這個長度相當於從北京到馬斯漢的直線距離，或者比從北美洲嘅紐約走到洛杉磯，再加上走回來還要長。這條路帶雨過雲晴，將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嘅生態修復工程，沒有之一。佢嘅目標不只係種樹，佢嘅目標是用樹根固定土壤，用樹蔭降低地表溫度，用植被吸引水車，逐步改變局部嘅壞氣候，讓乾旱嘅撒哈拉中心積累其足以支撐農業和牧業嘅自然條件。如果成功，它可以為幾千萬人恢復糧食安全，可以為幾千種物種提供走廊般嘅棲息地，可以把幾億噸嘅碳固定在樹木及土壤中，為全球氣候嘅穩定做出貢獻。到2020年代初，這個計劃已經在各個國家嘅參與下，種植了大約2800萬公頃嘅土地。這相當於完成目標嘅15%，已經讓幾百萬公頃原本荒廢嘅土地重新有了植被。這是一個真實的奇蹟，一個正在發生的奇蹟，一個沒有被足夠多的人看到的奇蹟。但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如果我們能讓撒哈拉終身變綠，那麼撒哈拉本身呢？那個2萬年的密林河遺跡損毀，那個低潮嘅河西嘅路，它現在處於那個位置。下一次非洲試驗你什麼時候到來？科學家告訴我們，按照自然記錄，下一次綠色的撒哈拉大約要在15000年後。15000年。如果今天出生的一個孩子的後代繁衍了600代，他們的某一位後裔將會在撒哈拉重新變綠的時候，站在有草有水有樹的土地上。但那是自然揭露的答案。問題是，這個結論正在被人類活動向不可預測嘅方向推動。有一些科學家認為，人類引起的氣候暖化正在加速被飛機放大嘅比擬，有可能讓撒哈拉的惡化比自然紀律更早一些到來。有研究顯示，在過去幾十年嚟，撒哈拉嘅邊緣確實出現咗局部嘅植被增加。有衛星圖上顯示，在某些過區光禿禿嘅地方，正在長出稀疏嘅草含小灌木。這是好消息嗎？答案是唔確定。植被增加可能意味着局部降水增加，是氣候恢復嘅信號，但也可能只是一個短暫嘅波動，像是一個即將逝去嘅人突然會降翻咗。而更令人擔憂嘅是，如果氣候暖化出現加速咗季風嘅比擬，這個過程不會是平穩的、可預期的，它可能帶來更多的極端天氣、更劇烈嘅洪水和乾旱的交替，而不是一個舒緩的、像電影一樣緩緩劈開的綠色復甦。地球的污失從來不是一首均勻嘅詩。它有時是嘆息，有時是怒吼，有時是連你自己都未注意到已經屏住嘅那一口氣。而撒哈拉就是地球在這口氣上寫下嘅最長嘅一個句子。在接下來嘅章節中，我們將深入呢個所有故事的核心問題：那些在沙漠中生存咗幾千年的人，他們留下的一幾何記憶，到底指向了一個什麼樣的答案？那個波斯皇帝派出的奧運大軍，那個在沙塵暴中消失的無影無蹤的龐大軍隊，背後的真相到底是什麼？而那個為星圖上中那些謹慎的科學家不肯輕易開口嘅幾何形狀，
是否真嘅藏住一段被實踐個沙子共同掩埋嘅人類歷史？這些問題就係下一個章節，我們嘅旅程將待能走嘅更深。有一件事，考古學家知道，但幾乎未有人大聲說出來。在過去的100年嚟，撒哈拉的去出土嘅文物，有相當一部分沒有被系統地記錄，沒有被安全地保存，而是在政治動盪、武裝衝突同過激氣勢嘅夾縫中，靜悄悄地流散到咗世界各地嘅私人收藏中。那些物件、陶器嘅碎片、史書嘅文字、固喺旁邊嘅裝飾品，你每一間都帶住一個問題嘅答案，而每一間嘅消失，都讓呢個問題在往黑暗裏沉熱存。你想想這意味着什麼？我們已知的撒哈拉古文明，可能只是原本應該被我們知道的那部分的冰山遺跡，而那座冰山大部分的主體，有些被沙子壓住，有些被政治壓住，有些則被人類自己的貪婪壓住。這不是陰謀論，這是有名有姓的記錄。2012年，馬里爆發武裝衝突，極端主義武裝佔領了廷巴克圖。這座城市在撒哈拉的西緣，曾是中世紀最重要嘅伊斯蘭學術中心之一。其圖書館儲存了超過30萬份手稿，包括天文學、數學、醫學及神學嘅記載，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紀。當武裝分子衝進圖書館嘅時候，他們的目的不是研究，是摧毀。但是有一個人在那之前就已經開始行動了，他嘅名字叫做阿卜杜勒·卡德爾哈達拉，是廷巴克圖嘅一名圖書官員。在武裝分子到達之前嘅幾個月裏，佢組織有一場秘密行動，把那隻手稿裝進茶葉箱子，未帶及普通嘅速成勝利，用路車、摩托車和人力分批投運速成，撐到農村嘅家庭裏，撐到倉庫行地窖裏，最終把大約30萬份手稿中的絕大多數安全轉移，係他們都過了火焰同刀劍。你現在停空出來，想想這個畫面：一個圖書官員，佢入嚟，把幾個世紀嘅人類只係裝警察衣像，一箱一箱地搬出去。只要不是電影，直至2022年真實發生嘅事，發生在撒哈拉嘅邊緣，發生在一個被大多數新聞標題遺忘嘅地方。廷巴克圖嘅故事係一個關於什麼在撒哈拉被保存下來，什麼沒有這個問題的最生動的當代縮影。但如果我們往更遠的歷史走，去看那些在撒哈拉腹地存在過的更古老的文明，那個問題就變得更加尖銳，因為那些文明根本就沒有人試圖去保護。我說的係那個3萬里嘅毛毛，不是傳說中嘅毛毛，不是無法驗證嘅神話，而是一個已經被考古學家確認卻長期沒有達到足夠關注嘅秘密。一個關於撒哈拉最古老嘅日子、大規模人類聚居地嘅秘密。那個地方嘅名字叫做格比洛。格比洛在尼日爾嘅沙漠中，距離尼日爾首都尼亞美大約1000公里。後日發現本身就是一個早已拍成電影嘅故事，因為發現他的人根本就不是在找他。保羅塞里諾是美國嘅高聲藝術家，在芝加哥大出人高。他在1990年代進入撒哈拉，是為了尋找恐龍化石。人沒有聽錯，是恐龍，不是人類。但在2000年嘅一次野外考察中，他嘅團隊在一片山裏地帶住一道有一些不同尋常嘅東西，狗頭，大量嘅狗頭，但它們的形狀太小了，
太堆層了，不可能是恐龍。他們跪下去，開始清理沙土，然後看到了人類的顱骨。後來的正式挖掘，持續了幾個挖掘結節，動員了大批科學家，最終揭示出一個零。整個水結震驚嘅發現，加比羅是撒哈拉以至規模最大嘅古代人類墓地，埋葬咗超過2倍在谷海。所以兩個不同嘅文培群體，分別來自大約1萬年前到5000年前。兩個群體相差咗5000年，他們講使用嘅是同一片土地、同一片水域、同一片生命之地，而喺他們之間行跟咗撒哈拉嘅一次滄桑巨變，氣候嘅改變讓呢片土地身後支撐咗2把截然不同嘅人群，最終把兩者嘅遺骸依稀封存在到沙漠嘅記憶裏。但讓研究人員真正動容嘅，不是那個數字，不是你兩個群體之間嘅5000年，而是其中一個個體嘅骨骸。一名女性倒下嘅姿勢顯示她是插心安置的，喺她嘅身邊是2個孩子嘅骨骸，一個大約5歲，一個大約8歲。這3個人手跟手相處，彼此靠攏，就好像在最後的時刻，他們選擇了彼此。更令人難以呼吸的是，骨骸周圍的土壤中保存有花粉的遺跡。5000年前，那3個人被安葬嘅時候，有人把話放在了他們身上。在沙漠話已經開始近限，已經逼近，那個曾經水草豐美嘅世界已經開始從手邊流失嘅時代。有人停下來，找到了話，放在咗死去嘅人身邊。您現在感覺到了嗎？不是恐懼，不是震撼，而是一種更安靜嘅東西，一種橫跨5000年仍然能讓人喉嚨發緊嘅東西。那是人類在一切崩壞面前依然選擇溫柔嘅那一刻。那具骨骸目前保存在美國芝加哥大區嘅實驗室中，通過基因同美術分析，研究人員已經確認咗佢嘅身份特徵。佢屬於一個叫做塔里尼安文化嘅群體，是撒哈拉最後一批綠色時代的居民之一。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前後，隨住光限嘅加劇，他嘅後裔要麼向南遷徙，要麼向北走向尼羅河谷。有一種假說認為，這些撒哈拉難民的後裔後來成為了埃及文明建造者的一部分。這是個假說，還沒有決定性嘅基因考古證據能確認這個難解的完整路徑。但假說嘅存在本身，就讓我們必須重新思考一個問題。我們通常把埃及文明視為一個在尼羅河邊自然而然地誕生嘅文明，但如果那個文明的種子部分來自於一個更古老、更廣大、已被沙漠淹沒的撒哈拉文明呢？那個問題的答案可能就埋在沙子裏，等待着下一個本來在找恐龍的人偶然間跪下去清理一把沙，然而後看見咗一具骨骸嘅臉。而現在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那件事讓某些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在事實裏高玩延伸，已經涉及我們今天怎麼看待撒哈拉歷史研究，涉及水在蘇熱這段歷史，水嘅聲音在這個過程中被有意無意低壓跌走。這是一個不舒服嘅話題，但它是真實的。在過去嘅幾十年裏，有一個非洲學者群體，包括幾位塞內加、日據者、埃及學者跟南非學者，此所地提出一個觀點：撒哈拉古代文明嘅研究，長期以來就以歐洲和北美的機構為主導的。
而這種觸動，有時候意味着某些發展嘅詮釋框架是從外部強加嘅，而不是由那些與這片土地有直接文化連結嘅人建立的。其中最激烈嘅爭議圍繞着一個地方——納布塔普拉亞。納布塔普拉亞位於埃及西南部嘅沙漠中，靠近蘇丹邊境。這是一個江下嘅湖涌，大約在啟程到1萬年前，那裡有季節性嘅湖泊，有人在那裡生活、放牧和建造。1974年，埃及學家弗雷嘅文多夫帶領嘅團隊在那裡發現咗一組石頭嘅排列。大石頭按照特定嘅方式數理和分組，其中部分排列被研究人員認為與天文觀測有關，特別是與夏至日的太陽升起方向相對應。某些研究人員把這個結構命名為撒哈拉的巨石陣，並聲稱它嘅歷史比英格蘭嘅巨石陣早咗大約2000年，可能是世界上一直最早嘅有計劃嘅天文學觀測構造之一。這個說法引起了巨大嘅爭議。支持者認為納布塔普拉亞嘅石頭排列顯示咗佢建造者對地基和天象嘅精微理解，顯示了一個撒哈拉文明在沙漠化之前就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組織複雜程度。反對者認為，對那些石頭排列的天文學詮釋是過度延伸的，缺乏充分嘅測量基礎，使研究者把自己想看到嘅東西投射到石頭嘅位置上。但有一個問題，兩方都沒有充分討論：為什麼納布塔普拉亞嘅研究在過去幾十年嚟從未達到早已建成完整系統性孖角嘅資金？那個地點嘅考古工作長期處於零散分段、資金不足嘅狀態，一部分原因是地理偏遠，一部分原因單係政治複雜，但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學術界對它嘅定位一致模糊。佢太重要咯，讓人想保留討論嘅空間，但又太有爭議了，讓引證嘅機構不想無人投入大量資源。結果是一個可能解決人類文明車遠出失嘅地方，就這樣在沙漠中頂住，既不被充分挖掘，也不被充分遺忘，存在那個讓所有人都不舒服嘅中間狀態。我想問您一個問題，請您認真思考1秒鐘：如果同樣一個地點係在歐洲被發現的，或者佢北美，他嘅研究資金和關注度會不會係現在嘅10倍？係10倍？能知道答案？我也知道答案。這不是撒哈拉嘅問題，這是我們的問題。我們決定什麼值得去挖，什麼值得去保護，什麼樣嘅過去值得被記住，背後有一套我們很少說破嘅邏輯，但那套邏輯正在決定住那些人類的故事能進入歷史，那些只能繼續躺在沙子下面，等一個也許永遠不會到來的時機。撒哈拉那個幅員920萬平方公里嘅沉默谷數，它嘅每一粒沙子上面都可能藏住一個我們還沒有資格相信自己了解嘅答案。地球曾經對自己嘅一部分做過一件殘忍的事，它讓那部分繁榮咗1萬年，然後抽走咗水，抽走咗風，抽走咗一切能讓生命存在嘅條件，讓它變成咗一片連影子都不願意交流嘅昨日之地。然而，它沉默地等住那個船會轉回來，準備再做一次。地球對這件事沒有任何歉意，因為地球沒有歉意這個概念。
但我們有，而且我們現在擁有一樣地球旋回中從未出現過嘅東西，只是讓我從那個問題嘅核心說起，那個在我們整個旅程中一直懸掛在頭頂，像一個我們一直沒有知識的星球那樣存在的問題：2萬年的旋回，現在在哪裡？下一次綠色的撒哈拉離我們有多遠？而人類正在做的事情，會不會讓那個時鐘走得更快？或者以某種我們無法預見的方式，讓它走得更混亂？要理解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先理解一樣東西，它嘅名字叫做歲差。歲差是地球自轉軸，在空間中緩慢搖擺嘅線上，就像一個快要停下來嘅陀螺，它嘅頂端在空中畫出一個大圓，完整地轉一圈，需要大約26000年。這個搖擺改變咗地球不同緯度在不同季節接受到嘅太陽輻射量。當地球自轉軸嘅傾斜方向讓北非在夏季接受到更多太陽能嘅時候，那片大陸的陸地加熱得更快，夜空氣上升，從南方從西方吸引來更多的水源氣流，形成更長嘅季風，帶來更多嘅雨水。撒哈拉就從沙漠變成咗草原。當傾斜方向反轉，那一切就逆轉。這個機制在科學上叫做微蘭革微氣旋回，是有意思式急促嘅水，而韋也田文學家微陸亭微蘭革微氣用數學方法系統闡述嘅。他用鉛筆學字，在未有電腦嘅年代計算出咗地球氣候嘅長周期嘅路。佢嘅計算結果在後來幾十年嘅地質和冰芯研究中被反覆驗證。這位科學家嘅名字值得被記住，因為他等於是第一個看懂了地球呼吸說明書的人。按照這份說明書，上一次非洲石輪期結束於大約5000到6000年前，而下一次按照純粹嘅天文記錄，大約又在15000年後。15000年，如果我們把人類文明嘅整個有記載歷史也所謂1個小時，那麼15000年大約42個小時，半天的時間。我們產在早上8點，但下一次撒哈拉遍路要等到晚上8點。這個等待對任何一個有生之年的人來說是毫無意義的。我們不會等到，我們的孩子不會等到，我們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連到那個等待的1%都不會走到。但是，而這個但是非常關鍵，科學家在過去嘅20年裏發現咗一些令人無法忽視嘅信號。那些信號顯示，那個自然嘅結路正在被一個新嘅力量干擾，而呢個新嘅力量就是我們自己。讓我告訴您幾個具體嘅數字，然後讓這些數字自己說話。在過去嘅30年裏，衛星圖上顯示，撒哈拉南緣嘅沙赫勒地帶出現咗局部嘅植被增加，某些原本光禿嘅地方長出咗黑素嘅草核灌木。這種現象，科學家有一個名字，叫做撒哈拉嘅老化。初聽起來像是好消息，像是地球在自我修復，但深入研究之後，畫面變得複雜了。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嘅氣候研究小組在2016年前後發表嘅研究中指出，如果人為嘅氣候暖化持續按目前嘅速度進行，到21世紀末，北非嘅漲水模式有可能發生。含足變化唔是平穩地增加，而是以一種劇烈嘅非線性嘅方式震盪。
這意味住我們可能不會看到撒哈拉逐漸變綠，而是看到一個極端乾旱和極端洪澇交替出現嘅悲悲，一個比今天更加難以局造、難以預測嘅地方。這就像那個陀螺，本來在慢慢轉，有人突然撞了它一下，它現在還在轉，但軌跡改變了，而它最終會停在那裡。沒有人說嘅清楚，能感覺到了嗎？我們不是被動地生活在米蘭確未砌選會嘅時間表上，我們已經開始編寫自己嘅簡要，我們已經開始在那份地球護士說明書的頁面上加上我們自己嘅注腳，而那些注腳會把整本書帶向一個原版作者從未預料到嘅地方。但讓我把您帶到一個非常具體嘅地方，帶到撒哈拉嘅正中心，帶到一個我一直想告訴人，但一直在等待最合適時機嘅地方。那個地方是圖斯里厄捷爾高原，在阿爾及利亞嘅東南部，一片有沙眼旋風、神斜峽谷下美工班士林構成嘅地貌，是連續國教科文組織認定嘅世界遺產，也是地球上最麻子仔嘅史前岩畫一節之一。這裡嘅岩畫超過15000幅，創作年代跨越從大約12000年前到2000年前，整整1萬年嘅時間。想想那個時間跨度，從最早嘅演化到最晚嘅演化，中間搞了1萬年。只比從現在往回數，等於我們今天和公元千8千年嘅時間間隔。那些演化記錄了整整一個撒哈拉嘅生命週期，從濕潤到乾燥，從水牛熊索馬到羊麥駱駝，從有用嘅人到追殺嘅人。他們是地球上最長嘅一部無脊脊耳仔，畫在石頭上，任何速度沒有它更早，任何文字都沒有它更直接。法國探險家亨利羅特在意，就無流年帶住這隻演畫嘅藍墨本，回到巴黎，在那一次展覽中，歐洲嘅觀眾第一次看到個撒哈拉嘅另一面，那個充滿水和生命嘅撒哈拉，那個有人在游泳，有牛在草地上低頭切草嘅撒哈拉。羅特把它譯嚟稱為史前的希斯廷教堂。這個比喻雖然略顯歐洲重新主義，卻讓成千上萬的人第一次意識到，撒哈拉的故事並不是從沙漠開始的。但在那15000幅岩畫之中，有一類特別的圖像，讓來自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都不得不停下來，反覆凝視，無法輕易給出定論。那些圖像描繪的是人性的生活，但不是普通的人性。他們的頭不是圓形的、大型的，像是戴着某種頭盔或頭罩。佢哋嘅身體比例有些奇特，動作和姿態像是在漂浮而不是站立。亨利·羅特在他嘅描述中，把其中最著名的衣服稱為大火星神。這個名字是他在1950年代給他起的，因為他覺得那個形象讓他想起了科幻小說中嘅太空人。但現在可以做2件事，第一件事是按照演景稿過去的解釋處理給他。那些源頭嘅圖像很可能代表的是這是一時中佩戴面具或特殊頭飾的人。類似嘅形象在世界各地嘅原始宗教藝術中都有出現。源頭可能是一時面具，誇張嘅比例可能是藝術風格，漂浮嘅姿態可能是表達靈魂出竅或心靈將臨嘅土性語言。這個解釋正乎邏輯，有比較好高術嘅支持，是目前學術界嘅主流立場。
第二件事是記住那些頭上，然後記住12000年前那些人在用指尖和石塊鑿刻這些形象的時候，他們在想什麼？他們看到了什麼？他們試圖記錄的是什麼？這個問題在科學給出最終答案之前，是一個任何人都有資格問的問題。而答案無論最終是什麼，都不會讓那些圖像失去它嘅力量。因為有人在12000年前，在一片現在是世界沙漠嘅土地上，把冇近他人為止嘅記錄嘅事情好在咗石頭上。那件事穿越咗12000年，今天依然讓我們抬起頭面對呢塊石頭，覺得自己突然站喺咗一條連接兩個時代的橋上。絕橋的那一頭有個人正在凝視住我們。這種感覺沒有別的詞語以形容，只能叫做人類。而在所有這些古老的無知者遺跡消失的河道、沙之沙的王國和旋回的旋律之外，撒哈拉今天還藏着一個指向未來的問題，一個讓能源科學家、氣候學家與地緣政治學家同時感到興奮和驚奇嘅問題：有個人在撒哈拉鋪滿太陽能板，能產生多少電？這不是一個羞恥問題，這是一個已經有人認真計算過嘅問題，而那個計算嘅結果，讓第一次看到他嘅人通常佢要中途而變，因為答案是早已供應整個地球所需要嘅電力，而且含有富裕。撒哈拉接受到嘅太陽能，每年大約是全球人類能源消耗總量的幾千倍。整整在嚟920萬平方公里中取出一小塊，大約30萬平方公里，相當於一個意大利那麼大嘅面積。鋪上效率合理的太陽能板，就早已滿足全世界今天嘅用電需求。這個數字聽起來像是童話，但它不是。它是2021年的確薩斯農工大學發表的研究中的高算數字，後來被多個機構用不同方法重新計算，結論大同小異。那麼，為什麼我們沒有這樣做？答案有很多層。技術層面，把那麼多電力從撒哈拉傳輸到需要它嘅地方，需要嘅超高一速電網絡，在技術上可行，但在工程和成本上係最大嘅挑戰。政治層面，撒哈拉橫跨是一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嘅利益計算，誰擁有太陽嘅問題喺國際化上比較煽情嘅答案。但還有一個層面，係大多數討論這個話題時的人沒有認真面對嘅，尤其後模型顯示，如果在撒哈拉大規模鋪設太陽能板，達標嘅反作路是指的表對陽光的反射比率會發生顯著改變。新式嘅太陽能板吸收更多熱量，改變局部大氣的溫度和熱流模式，可能引發比現在更多嘅降雨，讓撒哈拉的部分地區重新長出自備。表面上聽起來這只是好消息，但有研究者指出，這種人為誘發嘅氣候變化是一個我們沒有辦法完全預測，也沒有辦法輕易撤銷的干預。它的後果可能包括對整個非洲大陸和地中海地出現水模式的連鎖影響，進而影響亞馬遜的沙塵暴擊，影響歐洲的農業氣候，影響整個大西洋的養料價值。我們想起到一個我們一直在說嘅道理：撒哈拉不是一片孤立嘅沙漠，它是地球系統嘅一個極點，牽一發而動全身。而當我們站喺這個節點面前，手裏握住一個可以改變它嘅工具，我們面對嘅問題
必再仔細技術問題，必再仔細政治問題，而是一個更深嘅問題。我們有足夠嘅智慧，驅動一樣我們還沒有完全理解嘅東西嗎？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嘅答案，但它是此刻地球最重要嘅問題之一。而撒哈拉那片6000年前曾經是水草豐蕪之地嘅沙漠，那片埋藏住史羅文明而古老航道嘅土地，那片每2萬年從地球再一次高翻嘅巨大呼吸器，正在用佢嘅沉默等住我們想清楚。佢等住計熱燃料，佢可以繼續等。問題是，我們能嗎？想想一下，能是一名士兵，不是今天的士兵，不是有衛星導航、有無線電、有自身嘅極型的今天的士兵，能是公元前500、25年嘅士兵，能嘅高踩在皮子嘅糧食裏，能嘅手握足以兵同矛，能嘅心後跟住市民就千就百99個可能一樣嘅人，能嘅望叫做剛愎一絲意思，18次也希望你哋望住最強大嘅君主，他剛剛征服咗埃及，現在佢又能繼續往起走，穿過撒哈拉，佢摧毀一個叫做阿蒙神廟嘅地方。然之後一陣風來啊，不是普通嘅風，是那種會讓天空變成一道紅色高牆嘅風，是那種把白天變成黑夜，把呼吸變成仔細嘅風，是古希臘歷史學家色羅多嘅，在他嘅歷史利用貪神嘅震怒來形容嘅那種風。奧幻人就這樣消失了，這不是神話，這是一個歷史學家字，所以成為歷史學家就必須面對嘅問題。因為從公元前625年到今天，這牧幻人嘅遺骸沒有被找到，他們的營地沒有被確認，他們消失嘅地點沒有被定位，他們的故事除了洗羅多嘅留下嘅那隻聖跡，除之外，就喺這個地球上留下嘅墓誌痕迹，幾乎等於零。能有未有意識到，這因為蛛絲馬無幻個人，那是一正在中等規模城市嘅人口。若果無幻個人在一個地方倒下，他們嘅銅器、骨骸、皮革、土瓶，哪怕只有1/1000被保存下來，也應該實際是公金嘅無間分散在沙層裏。那些東西去到哪裏？這個問題讓歷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爭論了連天500年。色羅多的在佢嘅技術中說，乃至軍隊從歐亞即使出發，上阿蒙神廟跟發，走了7天，然後狂暴嘅南風轉起買熟嘅沙子，把他們完全埋葬了。這段話是我們關於那支軍隊命運嘅唯一二手文獻，而色羅多嘅喺這段話嘅時候，距離那件事本身已經過去了至少60年。佢未有親眼見到，佢是聽說的。考古學都做了立場，長期以來對這個故事保有保留態度。疑雲是合理的，斯羅多的是一個憶古實戲劇性劇情嘅作者，他的技術中不乏誇大和傳奇化嘅成分。有一支無幻人嘅軍隊，在後勤上需要龐大嘅水源和糧食補給，在撒哈拉嘅腹地維持這麼多人嘅成軍本身就是最大嘅挑戰。也許那支軍隊根本就沒有出發，也許他們走咗很短嘅路程就轉頭咗，也許整個故事是一個為了隔時光比測死而非準時勢利而製造出來嘅神話。然後在2009年，意大利波羅尼亞大學嘅2位埃及作家
按記錄馬西納里尼和阿爾庫利多。馬西納里尼送地在埃及西部沙漠嘅西馬六州附近，就喺呢片叫做巴哈利亞嘅地帶，發現咗大量嘅古波斯人遺骸、骨頭、武器、金屬寶以及頭飾嘅碎片。佢們的發現在媒體上引發了巨大嘅反響。頭條說，消失嘅裝備世世大軍被找到有。但接下來發生嘅事，讓這個故事進入了一個更複雜嘅層次。埃及最高文物委員會嘅負責人扎薛夏華士對那次發現表達了公開嘅懷疑。他指出，那些遺骸嘅真實年代尚未被充分驗證。那個地點裏剛被士師軍對理論上嘅行近，路線相差到相當遠嘅距離，而且從一次發現絞殺結論所找到了政治軍隊，在方法論上是清類的。更重要的是，那批材料從未完成過被過繼考古學嘅廣泛接受的系統性驗證，而樣品的探定連續據至今沒有再高影響力嘅同性評審期刊上完整發表。理想上，這個狀態本身就已經能告訴我們什麼咯？兩刊王百年嘅謎題，一次可能性嘅發現，然後失說屬計嘅質疑，然後失沉默。那批材料就這樣停在了那個讓所有人都不舒服嘅中間狀態，既不是確認，也不是否定。而撒哈拉已有寄望，保持住他嘅沉默。這裏有一件事，我需要自己告訴人，那個沉默不是空洞嘅。在那片沙漠嘅地表一下，按照衛星雷達嘅數據，埋藏咗一個遠比我們一直地複雜嘅多嘅地下世界。古老嘅河道、趕下嘅富場、可能嘅居族日子嘅結合輪廓，但在所有這些輪廓之中，有一個至今未有被證實，例如印度早流考古議程嘅一點，一個讓某些研究人員在私下裏說，如果有一天能在哪裏話，也許什麼都會變嘅地方。那個地方在利比亞及蘇丹嘅交界地帶，在一片幾乎沒有人能夠進入，因為政治和地理的雙重原因，被徹底割絕的沙萬高原上，衛星影像顯示有一組異常規則嘅地貌特徵。某些研究人員認為那些特徵不符合人體意志嘅自然地質成形，但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考古隊能夠到達那裏進行實地驗證。那個地方究竟是什麼？沒有人知道。但問題是，有人在試圖找出答案嗎？這就是我想用一個具體的人物告訴您的故事。一個人可能從未聽說過的名字，但他所做嘅事，有一天可能會改寫我們對撒哈拉文明嘅整個認識。他嘅名字，我在這裏稱他為葉布拉森，這不是佢嘅全名，是他原水漫我們使用嘅稱呼。葉布拉森係一位圖阿利個人，來自阿爾及利亞南部嘅塔曼納塞特地區。佢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擔任過多在歐洲有美國考古隊嘅向導，帶佢們穿越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邊境地帶嘅沙漠，到達那極喺人物地圖上都未有標記嘅地方。佢見到過嘅東西，用他自己嘅話說，很多都讓那些弱者的臉變有顏色，但他們沒有在報告裏全部寫出來。您現在做資料嗎？請做字，因為接下來的事，我想讓您完整的聽到。葉布拉森說，在1978年，他帶着一支來自法國嘅弟子勘探小組，進入了一個在官方地圖上沒有名字的峽谷地帶，位置大約在阿爾及利亞和利比亞
邊境以南約300公里嘅沙漠深處，在那個峽谷嘅崖壁上，他們發現有一組煙花，規模很大，但那不是讓他沉默有40年嘅原因。讓他沉默嘅是峽谷地面上嘅東西，那是一片被風雪嚴重嘅石屎平台，面積大概有幾個足球場大小。按照佢嘅描述，有軌直嘅角度和線條，有些部分像是長期嘅輪廓，有些部分像是某種排列過的石塊構造。那次法國弟子勘探小組在那裡停留咗2天，拍了照片，採集咗樣本，然後繼續往前走，把那個地方留在了身後。後來葉布拉森說，那個隊伍回到法國之後，關於那個峽谷嘅隱含發現，從未出現咗任何公開嘅研究報告或學術論文中。他問過領隊是什麼原因，得到嘅回答係那個地點在政治敏感區域，需要進一步確認，暫時不發表。然後那個暫時就變成咗40年。我需要在這裡停下來，對人保持透明。葉布拉森的這段陳述是一個目擊者的口述，無法被獨立行事，因為那支法國弟子勘探小組的具體身份和那張照片的下落，目前都無法追蹤。這個故事不是出人的考古發現，它是一份未經驗證的個人陳述，代表的是撒哈拉研究中一個非常真實的問題類別。那些被看到但沒有被記錄的發現，那些介於發現同遺忘之間嘅灰色地帶，就喺一個地理偏遠、政治敏感、資金長期不足嘅研究環境裏，那個灰色地帶嘅面積也是遠比我們以為的要大。葉布拉森說，他決定說出這件事，就因為他快測試水了，而他擔心那個地方嘅記憶會隨着他一起消失。我見到過哪裡？他說，沙漠不會忘，但沙漠不會說話。我可以說話。能聽到這句話嘅感覺，和我第一次聽到嘅時候一樣嗎？而個圖也嚟個想到，在一片被世界遺忘嘅沙漠裏，用他一生嘅記憶做咗一件科學家應該做但沒有做嘅事。他作證了，他嘅作證也許永遠沒有辦法被驗證。也許那個峽谷地面上嘅死者痕跡，有一天會被證明只是天然嘅掩飾風化。但那個一處就喺一個面積920萬平方公里、超過9%史木嘅地表之間，沒有被系統性嘅考古工作覆蓋嘅地方，是一個非常非常沉重的。也許撒哈拉最黑暗嘅秘密，也許不是它藏着什麼，而是有多少已被看到但未被說出的故事，正在和那些看到他們的人一起，慢慢從地球上消失。如果能和我一樣，覺得這個問題需要被更多人知道，請在下方按下喜歡，讓更多人有機會看到這段歷史。這個頻道需要人嘅支持，才能繼續去尋找同講述那些差一點就消失嘅故事。這裡有一件事一直存在於撒哈拉所有故事嘅最底部，就像地下水層藏在沙層之下，我們一直都能感覺到它，但從來沒有真正把它挖出來。只是那件事就是撒哈拉的未來不是一個固定嘅命運，而是一個岔路口，而我們此刻正站喺呢個岔路口上。讓我幾人描述3個畫面，3個都是真實嘅卡速情景，3個都有研究支持，3個的結果卻天差地別。地球按照它一直以來嘅記錄繼續轉動，比蘭克美氣象會技術推進，大約在15000年後，
地球自轉週嘅搖把會再次把北非嘅沙極太陽輻射量推上一個讓季風帶避雨嘅臨界點，雨水會重新開始在撒哈拉嘅南緣激勵，草會先長出來，然後是灌木，然後是樹，然後是湖，然後是魚，然後是人。這個過程不是瞬間的，它會持續幾千年，但它會發生。這是地球做過很多次的事，對他來說是一種老習慣。就喺這個畫面裏，人類是旁觀者。我們的文明來了又走，我們在撒哈拉上寫下的痕跡，在地質時間嘅尺度上刻於灰塵。地球不需要我們的祝賀，它也不需要我們的幫助，它按照它自己嘅計劃推進。而那個計劃嘅作者就天文學和地球物理學，沒是任何一個政府或任何以上技術。這個畫面有一種冷冽嘅莊嚴，它讓人感到渺小，但不讓人感到絕望。因為他說，宇宙嘅幾率比我們嘅視目更大。撒哈拉嘅故事，在我們犯咗所有可能嘅錯誤之後，仍然會繼續。非洲綠色長城計劃，這個由非洲聯盟在2007年啟動行劃。非洲大陸東西全長8000公里嘅指屬計劃繼續推進，並在後來20年嚟得到了充分嘅資金支持和技術投入。你能想象那個尺度嗎？8000公里等於從台北只飛到倫敦嘅距離，還要再加上1/3，那是一道生命之牆，一道用蟲沙嘅樹根鎖着土壤，用生長嘅後片留住水分，用逐漸形成嘅微氣候適應更多干預嘅牆。按照2020年前嘅金盞數據，綠色長城計劃已經在幾個關鍵國家嘅沙漠勒地帶實現咗局部嘅植被恢復。雖然整體咁到原地與最初嘅目標，但佢證明咗一件事：人類有能力在撒哈拉嘅邊緣，係慢而又一地扭轉沙漠化嘅方向。在這個畫面裏，科技同政治合作會真正發生過。努比亞沙沿岸水層，那個出量越達30萬立方公里嘅地下，或是水系統，相當於把整個黑海的水搬到地下，被謹慎和持續地利用，而不是想過全利用被操控。太陽能嘅部署，在充分嘅氣候影響評估之後，以優先嘅分散嘅方式進行，在不破壞地表企流萬事嘅前提下，逐漸把撒哈拉從一個能源嘅空白變成一個能源的引擎。在這個畫面裏，那個圖阿里哥想到說的話：沙漠不會忘，但沙漠不會說話。我可以說話，變成咗一種更廣泛的意識。那些與這片土地有最深急切連結的人，圖阿里哥人、波博爾人、沙赫羅的農牧民，他們的知識和聲音被系統地納入了關於撒哈拉未來嘅決策框架裏。那是一個我們用智慧聽懂了地球呼吸的未來。那不是烏托邦，那是一個已知的人類能力和意願嘅組合。如果呢個組合被選擇了，第三個畫面，我們做了事物，但方向是錯嘅。氣候暖化繼續加速，撒哈拉南緣的扎克羅地帶年將水量進一步下降，土地嘅承載能力崩潰，數百萬人失去農業就無業的基礎。新一輪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開始，那些遷移的人試圖穿越撒哈拉往北走，往那個他們相信能夠給他們食物和水的地方走。這個畫面不是遠未來的想象，這個畫面在2022年之前已經部分在發生。
撒哈拉今天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世界上一隻最危險的肥症，是一名路線之一。每年有壓髮隨人嘅數目嘅人在那條路上消失，不是在沙塵暴裏消失，而是在拖水、膠紋迷路之中，一個隔一個地道上被沙子慢慢地覆蓋，就像5000年前在戈壁羅道下的那些人一樣，沒有花，沒有人把花放在他們身上。這個對比，我不知道您是否和我一樣，在讀到這裡的時候，感覺到了一種比任何數字都重嘅東西。5000年前，在乾旱開始嘅時代，有人停下來，給逝去的人放了一束花，驚嘆在我們自己造成嘅乾旱加劇嘅時代，那條路上嘅逝去嘅人甚至沒有名字。這三個畫面，哪一個會成為現實？沒有人知道。科學可以計算概率，政治可以做選擇，技術可以提供工具，但最終是什麼組合讓那一個畫面成真，取決於一個決定，由一個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間做出。其中一些決定已經被做出，一些正在被做出，而很多最重要的決定還沒有被做出。您能做的決定之一，就是知道這件事，知道撒哈拉不只係一片沙漠，知道它係地球系統嘅一個極點，知道它嘅過去比我們以為嘅更豐富，知道它嘅未來比我們以為的更閃而偉大，知道在它嘅沙層之下，有5000年前一個無痕的手，有12000年前某個人在石頭上刻下的問題，有2600年前5萬個人消失時沒有人聽到嘅聲音，有一個土阿里家想到說出嘅，我可以說話。知道所有這些係改變你個插入口上嘅選擇嘅第一步，不是唯一嘅一步，但是第一步，讓我帶人回到一個非常具體的時刻，不是歷史的時刻，不是科學的時刻，而是一個想象的時刻，但它建立在我們在整個路程中積累的所有真實事實之上。想想現在是6000年前，您站在撒哈拉嘅中心，大概是今天扎基克里比亞交界嘅地方。那裡現在是時機嘅試利地，溫度在白天超過攝氏4度，2年的降水量可能連20毫米都不到。但6000年前的那一刻，您嘅腳踩在草地上，不是細數的乾草，而是真正嘅露草，是那種鮮嫩的帶着水分的綠色，就像春天嘅草原。您的面前，嘅百米之外是一個湖，湖面在午後嘅陽光裏泛起藍光，湖邊有一棵不知名嘅樹，樹側有一個孩子在玩水，更遠處有牛在獵草，有人在用一塊折射嘅石頭在旁邊嘅沙岩壁上塗咗一個圓頭嘅人形。您不知道我將會是那個文明最後的幾大人之一。您不知道在過幾百年，腐髮縮小，草會乾枯，孩子嘅孩子會開始往南走，往北走，去尋找另一片水邊。您不知道那個塗喺石頭上嘅圓頭人形，將會在沒有任何人去看他的情況下，在沙漠中等待12000年，等到一個法國探險家帶着照相機來，把他帶到巴黎，讓歐洲嘅觀眾看住他發呆。您就知道，此後水是真實嘅，草是真實嘅，孩子嘅笑聲是真實的。這種知識就是全部了。我們在整個路程中走過的那些地方，哥倫比亞後嘅雷達穿透沙塵嘅那一刻，
格貝羅拿着手出豬手嘅山人古海，停巴車偷來嗰把手稿裝緊茶箱嘅圖書官員，托死里諾薩登咗12000年嘅演話，剛被色士大軍消失，在那都紅蛇殺向你嘅你個墓後，一步拉伸進喺呢個沙稿凸面上嘅那個蛇母，綠色長情。個素描被滿緊撒完了土地的那一雙雙手。這些故事沒有一個是孤立的，他們是同一個故事的不同章節。那個故事的主角不是撒哈拉，也不是任何一個具體的人，而是人類這個物種和這個星球之間長達嘅百萬年的極其複雜嘅充滿時無能刺激嘅關係。那個關係現在到咗一個我們從來沒有到過嘅極點。我們是第一個物種，在地球嘅歷史上，第一個物種擁有能夠理解米蘭克微積損位嘅數學嘅大腦，擁有能夠穿透沙塵嘅雷達，擁有能夠分析5000年前劃分嘅技術，擁有能夠計算地下水蓄量嘅迷行，擁有能夠模擬未來氣候嘅電腦。我們是第一個物種，有能力理解地球嘅呼吸，而不只是被它帶住走。但理解和智慧不是同一件事。理解係知道地球2萬年嘅損毀，智慧實在呢個知道之後，做出面讓那都晒場寄出越過撒哈拉嘅決定。理解係看見加貝洛納說話，智慧係讓今天那條路上嘅人不被死在未有名字嘅地方。理解係讀懂一博拿森說嘅話，智慧係讓下一個一博拿森不被等到70歲才能說話。我想問您一個問題，一個在我們走完這整段旅程之後，我覺得是最重要嘅問題。撒哈拉每2萬年做一次嘅事，從沙漠變成草原，再從草原變成沙漠。佢做這件事唔需要任何理由，唔需要任何說客，唔需要任何人同意。佢就是地球呼吸的一部分，就像能四足呼氣，不需要思考，不需要決定。但我們現在有能力思考，有能力決定，有能力在呢個呼吸嘅記錄之外加入我們自己嘅聲音。問題是，我們打算說什麼？那個答案不在撒哈拉嘅沙塵裏，不在任何演化裏，不在任何衛星圖像裏，不在任何一本學術期刊裏。那個答案在您身上。撒哈拉還在呼吸，6000年前，他呼出了水，呼出了草原，呼出了鱷魚和孩子的笑聲，然後他激情把那一切收了回去。現在他還在等，不是等我們做什麼，而是等地球的時鐘走到下一個刻度。那個刻度距離現在大約還有15000年。15000年後，撒哈拉嘅沙丘下面，也許會埋住今天我們認為重要的一切。也許一層深的沙子已經覆蓋了我們所有嘅城市。也許那時候站喺一片草原上嘅某種生活，會在一塊石頭上找到我們留下嘅什麼東西，然後困惑地看住它，試圖理解我們曾經是誰。我希望那個東西不只是一堆廢棄嘅塑料就化死燃料的灰燼，我希望它是一片森林，即綠色長情嘅樹根，是某個地方某個人決定，不讓另一個無名嘅生命消失在沙漠中嘅你個決定嘅意義，是某個科學家跪下佢清理咗一把沙，然後看見咗人類的手的那個故事被記住的痕跡。我希望它是有人曾經聽懂咗地球的呼吸，